就是啥？就是咱的心法、思考这合法意思。所以在讲咧，一切不讲义无法想，所以咱袂使啥，咱袂使中。咱若用咱一句话来讲了，咱若去强调，咱若用实课着，咱就无法度来去坚持。这重点。所以呢，就讲义无法想，义无法想，所以一无所得。包含咱内心世界内面一切所生的物件，内心世界所有一切的物件，什么物件？意见，讲意见可能咱大家拢知影啦吼，剩下来物件咱就去看，什么意见？作者。咱天机、精神、感情、三个维维，迄作者其实就系所谓一种先，所以叫做意见。所以一无所得，其他伊咱虽然是很多，其他虽然讲咱得到了一种中央明白，一定办法去超越。咱讲得到，其实自性原本伫咱的身躯就有啊。原本就有啊，是因为咱去用乌云遮掉的，所以呢，现代知识今天这本书要将迄乌云甲咱行人要甲咱改造起来。伊甲咱讲，遐就是有啲什么物件，你会知影人买，差不多就是安尼。哦，所以呢，一无所得，咱嘛想讲咱去做啊，阮当大个呢，咱迄两日去伫迄个。阿里山迄个老师老帮主讲，我这个阮当大个呢，阮死的，你讲阮死的，哦，伊咧讲来足错咯，阮死的，这个人我死也是，啊，无这个咱起来去哩，啊，伊咧讲作成像咧，哦，你个，哦，咱个经验无人听哦，哦，大家看，迄规个山高内面拢无人，去死啊，好死啊，好透早，好透暝啊，好，我记人来啊济。哦，细人起来了济，啊！伊咧叫吼，你若问我你咧叫啥？叫你有危险的，伊嘛讲叫危险的咯。啊，你若听好呢，伊咧叫危险的意思的呢？你嘛讲，我叫危险，我是咧叫你讲的危险，我咧叫大仙呢，我咧叫神仙叫阮呢。你若听好，啊，即摆拄起来，你咧跳淡水河啊！你较讲嘛讲要跳淡水河，啊，你若听好呢啦。啊！你咧讲我要跳淡水河，你袂记跳去溪底个咯？讲较袂跳淡水河，我讲要死啦！我要咱永远袂使啦！迄人唔看见，我唔看见。啊！你甲讲伊唔通看见，所以吼，我甲笑死，我甲笑死伊啦。我讲吼，你可能甲问老师会捌度啦，哦。你想要有老师有已经跟可能有一点不行，所以我后来怎么讲？我后来怎么讲？我你无老师的不行，你无法度紧张。所以呢，真正一无所得，名最上心。所以才讲，生是行义，不在靠经。什么叫做行义？行义就是实际去做。行义就是实际去坚持，所以呢，伫圣经才来讲行亲。什么叫做行亲？行亲，毋是讲我正常就来做，我正经的嘛就来做，我一时发心就来做。迄叫做行亲的，哦，迄毋是啊，迄差10几个。咱时代湾内面哦，就讲用迄地位有无？咱较早过去嘛，人讲用迄地位，用迄个我若10箍，我报43箍，我若担100斤，我掠30斤，叫做用免地。啊，毋是安尼，迄毋是。若讲到100箍，就有10箍报是2箍，我就担100斤掠30斤，迄毋是上个地位，迄个
者，迄叫做障碍。两个是，迄叫做障碍。迄毋是重点。所以，所谓之形亲，就是良缘。我会当做偌济，我就是要做偌济，迄叫做形亲，迄叫做良缘。咱会当做偌济，我就是做偌济。迄叫做良缘，迄叫做良亲。所以良亲才会当到到这。阿罗弥陀是，所以就是在时时刻刻，处处家家，拢会真正当达到良亲法制阿罗弥陀。啊，良亲法阿罗弥陀就是倒位来去用，所以地位显现才会当达到倒位来，所以叫良亲，所以良亲叫做良缘，叫做良缘。所以心是良义，不在靠近。不在靠近，用句讲的拢无准神。逆师自修，无分无呀。所以老祖到这个讲，叫弟兄讲，你家己需要自修自悟。若会当自修自悟，后壁面就是后面那上一句话，就是讲自成道。其实老祖到紧头尾拢有一寡牵连。咱唔通靠前头，靠在后边，咱个放好做。理解，所以逆师自修，自修就是一定会当会达到自悟。咱会自修的人就一定爱自行，爱自修自行自悟，就达到自成道。所以别人袂当甲恁信，别人袂当甲恁信，是咱家己咧信。兄弟姊妹同修真人，正是咱真。